是時候鬧鐘響吧，左三脫分親不恤衫到相貌，還有時間能吃飽，並沒特別，從來是一杯咖啡加塊麵包。地鐵照樣搭，照舊位置打卡，高息也照樣說，做到就天黑。神奇在這腦電腦，發現極怪感況都網絡一瞬間，灰腿毒也未要睬，走廊邊野外，黑到我也撞了花花草報道接待，前方現潘到起了舞，回頭記憶初出這飛躍別將我。閃下跟市長關係，線上呼吸這麼驚險到上位，而我人節為哪位並沒特別，原來是 NPC 跟着路軌，無聊像我照樣過，確實未算玩家，不玩豁免敗相，太無盡或更差，然而大腦記錄過，太陽射在到他身上，退出實體點解點會？為了彩，走廊邊野外，香港我也撞了花花草報道接待，前方那件冠帶了舞，回頭記憶初出這飛躍決將愛，如若心關都不斷被劇情限制，當關卡的過路客比主角難度還美麗，誰願徹底？停留如接化為，當我是沉浸控制，程序就已過力，衝刺編制，來吧任務下是神秘終結，試着逃脫舊常規，就踢開閃金光那一循環，無謂抬頭名字轉換。